好无聊。阿迪，怎么一个人在这？不是，你看，你居然会他。阿迪呀，哎呀，你有什么事吼？尽管跟博士讲啊。我们都会帮助你的。什么？你们讲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哎呀，阿迪呀，博士跟亮亮哦会保密，不会告诉别人你哭了的啦。我哭了。对啊，你脸上的水不可能是雨水啊，那一定就是泪水。哎呀，我不是哭啦，我刚刚是很认真的在想，为什么这几天一直是long一田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是后田long一田后田，没错，long一田就是下雨天的意思，如果是晴天就是后田。所以，如果你出门遇到大太阳又没有下雨，就叫做后田。那如果啪啪又下雨了，叫做long一田。换你们说一遍喽，下雨天要怎么说呢long一田。那晴天怎么说？后田。恭候。经过我聪明的脑袋整理啊，我知道啊，阿迪为什么会流眼泪啦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打哈欠呢。啊，对，我刚刚一直在打哈欠呢。可是打哈欠为什么会流眼泪啊？那是因为我们眼睛的构造啊。我是泪腺，我的工作是负责保管眼泪。打哈欠了，嘿嘿，眼泪小兵，报告是出任务喽！又打哈欠了，眼泪小兵，报告是再度出任务喽！眼睛的上方是泪腺，泪腺就是流出泪水的地方，泪腺受到刺激啊，就会流下眼泪哦。所以，我刚开始流眼泪是因为我打哈欠的时候挤压到泪腺。没错，打哈欠的时候嘴巴会张开，就会拉动我们面部的肌肉，挤压到泪腺啊，就会流出眼泪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？哎呦，阿迪，我们都被传染了。我？什么我？是天气的关系啦，一定是因为最近都一直是long一田，都不是后田，太无聊了啦。睡着了。Hello。怎么可能？